嫁去，现在就嫁到去，给我滚！滚！滚去滚！没。把他把我留下，这个地方不去。啊！爸爸，请你不要把我们冻死了，冻死了！滚！你家娘子，啊！你家娘子，你拿来，拿钱，拿去。哎，小妮儿，快给我追，追呀！快追！哦，我回来这个孙子啊，那跑呢？那跑到啥地方去？那跑啊？那跑不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定说借个银两，这区区几个
王万金有什么喜剧啊？相公，你拿出来接他。是啊，你这3个月了，人钱了，快拿来呀！什么？王万金呀，一共3两7件银子，你上一位是要进我的店门。点子不，你不见为边这般大喜，且到典当是话。你怕下雪，那么拿钱来呀？是。都，嘿嘿，你也不是回来了啊？像我身份书，纵然穷途落魄，也是个洪门秀才。思想门第出身，岂能受儿小人之欺？他是金榜得中，金榜得中，弄等下一次来审问书。我看你一副穷乡国德县，一个秀才能着什么节？金榜高中登来生，你也门出逃才言行，6年不离你出地来，空口大话讲人间，杀父3月王万金。老娘今生不依你，不依你。这王万杰顶顺万里。来，这王万杰嘛，该是顶顺万里。哼，今次就要杀死美女，我就要剥。不是没有，不的是那南山地震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妻子我也要剥。地震了，别不讲理了。哎，怎么说了？哎，什么？过来！冤家且来，不知这位秀才欠你多少王万金？一共3两7件银子。区小事后必是事，要上家人自语好事。店家，银子在此。多谢客官，多谢客官。哎，客官，外面雪大，快进到殿堂里走吧。这位秀才，请。小生只得来日报答恩义了。出门在外，理当相帮，亲手玉手。请问仁兄高兴大名，谁与东方？在下金凤娇，我们仁兄高兴大名，因我流落在此。啊，一言难尽。良久轻浮难自隐，王表老者气头心，
羡慕大可人，可怜他连记得起兵情啊。小水路家仆人马来对亲，有谁知这世上都是是来人亲戚朋友人眼看，只落得人间的头手亲天差也不伤心，常人来共是天也能落人。那王庙狼心官非乱朝廷，但是我亲家已糊涂。今日与女同病房，夫妻们随随旁我离。相公，这相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小心，不困这位先生也是被王彪老子所害，你不拘谨于他呢？是啊，相公居蒙山上，缺少一个通达世俗之人，啥是他的分在此中？不妨请上山去相助于我。我明白了，小心，你去问他。贵问神兄，你平日可以做好的文章，两有几篇，可否让小弟背着一二啦？小生文字出力，只怕难是仁兄怎么？是啊，他在这边出篇文章，你是看不得的。啰嗦，先走。公子，请看。不算好文采。自己太阳康，金水文章飞在阳，自当配不生生，听要听老三堂。虽不是太表明，小弟愿与你记一次讲。虽到八路世间少，连翠玉木金风金仁家。兄，这恐小弟高攀不上啊！小弟有一曲子，神兄可以再起归身，不知可应用否？但就一己之力，免受其害，小生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此修身印章，派过来。相公，不可这位学者还没有求过办法。哎呀，是怪小弟所对。神兄，相思上的用不办法。哎，小生实在已经吃过了，哎，吃过了。这是为何啊？我来何之山，我家相公也3天没吃东西了。是的，
哎呀，掌柜呀！爹家娘子，哎，来了，看我以后吩咐，四位君臣与圣相公点睛啊。名字拿去。晓得嘞，小弟啊，我们上了这个酒菜啊，别看我稍等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三人兄亲，今生兄亲，还是三人兄亲，三兄亲啊！也罢，此次定无一岁同。哎，小兄弟，我们啊，你还不一岁同意？小心何来呀？起码不要拒谁。圣相公还不知道赛子的真相呢，以我看来，索性怕迷失了啊！哎，死期未到，不可命矣。此小弟知道了，大哥放弃，言地请。哈哈哈哈！
用找你为妻，依我看啊，你要好好的谢谢他才对你。是啊，是啊，他不但是我的眼亲，还是我的恩人啊。不过什么？这是这位金小姐与别人家小姐大大的不同啊。有哪些不同啊？家小姐虽然好，只不过三天两头出娃娃。金小姐她地财多，招人多，她不去管叫谁来管啊？家人我也不少，一个个用句句来气昂昂，就是那要上丫头人家小，看起来是有杀气上没上。哎，小弟相公不了相彼此，把皮们气得不预报。金小弟家产不满臣服哦，家人里给父啊你高，倘若是半夜来讲道，宽家无缘有一道。话虽是此，只是我总有些放心不下。那么你再去对对着我的妻，你就放心的下了。娘子回来了，官生，你上里歇歇。准得娘子回来。有劳就问，为妻长官心无一意，日夜忙碌，少被官生王佛见怪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今日你像是辛苦了。本是几日里，事有些疲倦要了上。不是别说听娘子安心。哎，慢，备御酒菜与官人小饮几杯。谁是娘子了？要上去酒菜来。沈爱，你歇歇去吧。要杀，你也歇歇去吧。官人，自从你我成婚以来，是因家务繁忙，不曾与官人畅谈心情。今日有意与官人同饮一杯。娘子请。官人，你可知道，为妻我为何要救你上山，为何要倾心与你结为夫妻呀？本人真要领教。官生的父亲是被大公害死的，那是王表老臣，是今这之后才朝中官居一品。官生，你
妻的媳妇也是被人害死的呀。林子没有人害死，也是呢，王表老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我二人是同病相怜了。真是同病相怜了。你我二人乃是一对同命鸳鸯，真是同命鸳鸯。娘子。本身。
正当门为首啊！是。喜州府家来相迎30万两，明日午时在山前经过。送上门来的后里岂可不收？不强去你困是何？三子，我们就结了他这笔相迎吧。好，现当决中头领女士，我即刻就到。是。想
他同旅无将生年，啥时官兵来交山？那时间我是你汉长平生之气，注重心思，花语言断情丝，聚会为强击官家响应，啥是官兵交战，那是将领做事，就这一刀。开下你的脑袋，我看你走是不走啊？这个什么这个哪个的？趁你讲到这件天地之令，我快快到走了吧？走啊！走啊！
来，一来是上天保佑，二来是文章得意，三张四法金榜题名，得中头名状元。今日赴宴归来，怎问国太将相为国，我就下马跪在道旁。不知为何，国太见我是十分欢喜，问了不少话儿。我想国太监是非同寻常，这非王坛大难，自然可得。又叫上元爷的，上元爷，上元爷，什么后日匆忙，启禀上元爷，你的喜事来了，喜中来，就在上请。进城。讲，就在上请小姐她来了，他演在哪里？演在门外。他真身打扮是否进得进来？他是改换名目，进京而来，得知相公已中了上元，故而到此相认。哎呀，好了啊，好了！我是相公好不容易中了部头名上元，这是外面一部上元夫人，就是我身外一直上替你设计。今日进小姐到，上元就该开门相迎。一来是金榜得意，二来是夫妻团圆。哦，沈我晓得，沈我明白。来，打开正门，上元爷迎接夫人。那就要你高声喊叫，打开正门，岂有此理！哦，我倒是明白了。相是相公，不必承认，竟是要命审问。出门悄悄地把金小姐接了进来，明日待人之事，少女夫人是从原先而来，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？好好好，到底是少女有本事想得周到，审问晓得，审问明白，我这就到门悄悄地把金小姐接了进来。哎，万不要回来！哦，我倒是又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少女夫人们，怎能从后门进来？岂不又是鬼体？因要命审问，与金小姐经过爱生之事，再派几个仆丫鬟手，明日待人之事，少女夫人是从原先而来，需要大大的念闹。这也是好啊！沈怀晓得，沈怀明白，我这就召集而已。站子！哦，我要担心您子，与夫人派系一不随身，死也不死。好不明白的奴才！至今我倒是真是有些不明白了。你呀，你竟是算到哪里去了？神武，不接。难道我这耳朵出了毛病？夫人，少元爷，你再说一遍。快去！神武不接。少元爷，天地良心哦！我管你这个奴才，想这京城里面非同寻常。再生我也是个状元，天资没成，岂能受虑山楂讲道？你叫金小姐速速为善，免得被人看出破绽，杀来杀身之祸。少元爷，快去！想不到他乌纱一带就变了心上，也罢，待我并与金小姐，且在瓦香客的少日几日，待我审问，劝一相公为心尊意，也好夫妻团圆。我就是这个旨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。也不好，不想进宫叫他进来到京都，此事被他人知道，好不叫人为难啊！上元爷，上元爷，启禀上元爷，王人相
一时相聚，请老师相吩咐，门生无不忠命啊！下月初一乃是亡国的生辰，老夫已预备一份努力前去作寿，故而与状元共享上。哎呀，老师相，门生虽然得中状元，却是个平安出身。凭无忌真一报，不顾老师相送礼呀！呀！张元公，你想到哪里去了啊？张元公啊！王府今年已三军，苗有是四比三，录下那金银在为王家玉，积在我来复杂，手里定要金丝章，来就张官别再战，请你做一天清秀文，妙笔生花千用花，倘若是和他结了新欢喜，怎么样啊？三宝林早为驸马在东张，门生一个妄想莫非长院我门前，无非是修在人情之短暂。老师相取笑了，门生一定精心写篇审问，请老师相摸。是指老夫什么一代张元公的妙文？老夫告辞了啊！备语就言，请老师相孝顺。公事在身，不叨扰了。此次们送老师相。告辞。二月公请留步，理当相送啊！啊，有劳了啊！
叫我在客店等候，使我放心不下。趁此黑夜，查我全身功夫，若想来见想当初穷不相聚，你在见面举起我去进来，我奔当上街去相认。想着天子脚下，竞争地面，稍被有司衙门知道，只怕你的性命难保啊！哦，我倒有什么为难？难道这有司衙门还会到你赵月公府中来做人不人吗？哎呀，你可不能连累我啊！听你此言，你真的变了心了。我记得那年风细雨，你见我为人两脚踏。
它变化用渐渐希望，我念至今心乱啥不是他连在就到山场，我早已化为八官去拜皇上，想起他许问我情爱深，提报他心里想去恩义呀他为我生死门中看一我在泪夫妻之情，父子之义结好父亲这两眼哭了离了。你好狠心，闹，都是被人的过失啊！文人，你如今将为妻真正安排。不能相信啊！他本是专上来去扎情啊，杀官即下无王法，我是玉山家。这怕是的官还要把头弄上，把他，顾不得你来讲我的情，倒不是清楚些面子方尽小姐。这口气又不对了。我是今专熬的不进家，你早搬出来呀！天子门生你望那，今天你真谁不好？你转山来往千里长，我凌晨又晚往他，我死来是强家亲吧，分明有天地大。我好比一只林子长山崖，你好比一种野草在野路下，我是舞动起梦啊，你是苦日里寒呀。
来讲到呀，你莫看实的是陈以往，一朝为官变了光，一个个良心都怕伤。兰心你不是我，老命好家里身万重在前日竞争，特意的大胆。须知我也是朝廷命官，心里上的无影乱走。你说说为啥便罢？是啊不转。怎么样？我叫来不到官人，只怕你，你难道发忙了？而你什么口实的不行话，人顺赛出龙街，出了你想动武不成？生门所
流言的有800个指教，可恨王表老者上殿皇酒，也留家门草长，使老夫胆下血海关系，将正与刘传金偷偷放走。不过梁王当来转表，要等我自尽修江山，我朝之中不有能征官转之将。闻听正与刘传金改名金木教，在九峰山上转山为王，兵马十分强盛。老夫上殿报奏一本，保证与一位兵了大元上。老夫奉旨出京，请正与发兵平了。来此已是九峰山前，就此马上下殿。呀，好一趴气概也！九峰山上好风光，山高林斜是非常。
举目塞上，兵是兵塞，将是将黑，只要我一句一句三字经，不怕不退不报。现在兵马来报，有一支战马来到山县，莫非朝中派兵来要上有请小将军，有请小将军。哎耶！不起，头什么怕？要他往下山。你顾着问他先生名谁？姓王名金，官居平贼下。历代真将，王丞相到。皇马不来了，此次打开山门，拜拜相迎去吧。啊，母亲，向你平日之间，见了大官要上，见了小官要当，今日听说是个老官，为何要排队相迎呢？哎呀，我的儿啊！想当年的外祖无辈接征战擂，是王老丞相也在军的外祖无余，不被指教，当下这血海归西。将你母亲推放走。当年是我王老丞相下去，满身的母亲，我就是你，我的儿啊，你慎重何来？此次来给君，给鸡，给您，两道门，打开山门，排队相迎。
请出塞门去吧。这个请出上门，倒小心不起呀。哎，好，就算是迎接老夫吧。这才是了，保姆请上手，请啊！原来是绿光流眼睛的义勇在此，请上，就老夫大礼传吧。我来问你，你是将门之女，愿我转山云深落草，这次口道甚严啊！我一不当家祭赛，二不杀人放火，虽不得推倒儿子，既不为道，为我招兵还骂你，为的是替父报仇。啊！是怕你母亲自就是报不成了。怎么报不成了？嘿，你母亲的奸贼他早已死了。怎么讲？我不能因他死了。拼了这条老命，与他舍身了吧！啊，也
呀，老夫此来一来为江山所寄，哪儿嘛为你忠孝上前啊？爸父倒要请教。啊，始终你临阵却死之后啊！
王爷爷去劝你母亲的劝啊，为祖母守候一方。就人已经死了啊，宋王的事啊！小小年纪好不懂道理呀、这个怎么不懂道理呀？哎呀，薛宝爷生啊！想当年王爷爷担下血海关系，将你母亲放就在外，再有你在身子。宋王爷就是得罪了你，也该看在我的份上失去前言。哎呀，薛宝爷生啊，薛宝爷生啊，我生你呀，你呀，未免欠薪家教了我。啊，大巫，三女大有一事请教。叶子你快请讲啊！相信吾辈皆真才内，宋王不该听信皆真之言，害我全家。有道是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为宋王仇深似海，要我发兵，是非17七赛，海水倒了。哎呀，我好了呀！千言万语全不信，我比老夫一片山。见他一句，
就是此法小。我晓的是你在不忠，我晓刘三我晓你刘三金，光为吕光有得给，你不该为国去参政，而不管发兵就你他不杀死了王八大宋的，我看你就蒙台上说不得爸爸我死的夜里下山去，江山所及，父亲命。叶子玉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爸母，你道我并不得了王，报不得江山。嘿嘿，只怕叶子女你的兵不精，量不足，武艺不高，计谋不慎，比不得当年我那吕光。啊，叶子女，你快请讲啊！向先父出在府门，曾愿为师，我要送往祖代内教，生存属我，亲自基地，谢罪于天下。这个，哎呀！要是宋王爷他
不答应你。兵马不发。好，在老夫为君救命身上，要送王爷答应于你那2年。少子满朝奸人，费尽苦争10岁。哦，易得，那啥？各路兵马听我指挥，满朝文武任我调遣。身为元杀马，理当是此，老夫我都依从于你呀。神文书啊，神文书！今日里要你困谁杀谁讲。王母，你可知道兵马一同？粮草先赢啊！这女要讨一个运粮官。哦，70路总兵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就是哪一个啊？70路总兵，这女一概不用。哦，难道是要用这老夫我不成吗？不管有劳老保大家，我要的是文章元神文书。慢来，你再说一遍。文章元神文书。因为他有冤，无冤有酒啊，无仇。既是无冤无仇，他那是个文官，你叫他调身无责，他一不会用兵，二不会拿枪，到了阵前，你不是叫他送死去吗？哎呀，我是老保姆，你万事以我3个条件，我要一个运粮官，你都不肯。你是他恨我不能误掉，难道我这女流之辈就能上阵当丈夫？好，待老夫为君救命身上，叫那沈文书压价粮草到你帐前听用没了。老夫告辞了啊。一句言语把我解封。亡命在身，不可久留呀。此六路们有送把我下山。有啊。
13年，人官伯父在殿前，驸马走不醉，哎呀一张同欢心，大事情高不进来低不去，只落得一身三言谁不清。谁为情好传情，谁梦乃是向前强。我的期待我有今年，我不该来了良心将他去啊！这位高婚家把你迷死了。只落得金花虽哟空怀我心，到时间我运不通，这位阿爹怕只怕失去生死难预料，今生不见我的妻啊！生人数马上落了泪。你可以来不及了。下个路头发回来心花的，好水连天像是翻飞脊梁，什么？快抢，快抢！你为我杀，你为我抢！相公，不是翻飞脊梁，你是大英名炮。不是翻飞脊梁，是大义名炮。大英名炮。下了为首累我。生儿，离开大营为多少路程？还有一炮之地。尽了就在此而已。我去见人查教查领进哪来？生儿，我们接了多少人马的粮草啊？一人5万。好，我去见袁绍交领军为小心粮草。相公，你要当心了。谁知领结心欢喜？交叉真门上哪一位在？哪里来的？云良官一接粮草来到大营去见袁绍。你谁来了？可知这几经耽误了？不过这误了3天的时机。好轻巧的口气。哎，你可知道，千里路程总要一步一步走来呀。你还有理？好，待后上，他的苦头还在后头呢。一论上胜仗。
如今你要小心了，你要与我当点了。谁文书张元杰的名啊起，今天郎也与我一起此经云亮来到此，落了步，把门儿紧上脸皮。福禄平阳来传情，万般恩情，无奈我只得把云亮关告我见。云亮关告我见。云亮关这句撒娇罢了，宽恕。接受。衰落我上下自心神，夫人43年前乐心神。13年来今世里，我相待天生。云亮官，你一路接粮到此，辛苦了。千里八折，苦倒是有些苦的。好故事有些苦的，我来问你，借来多少神马的粮草？借了15万神马的粮草，我有25万神马，借来的粮草为不够一半。这我再来问你，粮草可曾接近大营？离开大营外一泡之地，一泡之地就是无力，犯兵10来斤粮，叫本山松吃得得起。吃粮草乃是三军的命马，你因我义无胜计。路途崎岖，难以应酬。我王爷这不顾了3天的设计呀！愚棍！粮草乃是三军命，你军命儿是看得清，1万2万难快查，三军快也明分开。且慢，我早了明儿天下为，万岁青天我归门神，此番公子把两人刘元上。怎么样？只怕你要人在意分封城，我一定怎样？一句话不能，你的
我操，饶命啊！
在举吧，去。
亲。状元老爷，状元老爷，更官，更官就算更官。我是更官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当真去，明知故问，岂有此理！
文坤，你不是个上元爷吗？今天我倒要考你一考。嘿嘿，中军考状元，小娃忌惮。不管忌惮不忌惮，我这里有4句言语，你能对得上，愿杀开恩，免你负责。哪4句？听着，谁比先山林之草，谁比野花张路旁，谁是无意插八戒，谁是有情讨姑娘。这4句言语由人所讲，不用问无人所讲，你能对得上元杀开恩，免你负责。这有其了。我心中暗暗记，4句言语把谁比？上2句我曾记，在状元府里情绪里，下2句把我只看天好像我的气，一时想不起对他的话。哦，死了！莫非我替他团心意？罗班花插八戒，只我是阿姐。明知插长姑娘，你做母亲，你可对得上？能对得上？对了，这4句言语，每一句上面都有一个谁字，我就把这个谁字按4句改为你我我你。你比先山林之草，我比野花张路旁。我是无意插八戒，你是有情草姑娘。哦，是我你我。不对不对，你我我你。哎，错不了，还是我你我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我我你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是你我你。对了对了。对了就好，你快当根去，明日紧张为王，对上了免你负责。是，小心的。是是。你我你，你我你，你我中军为我太蹊跷，分明出言来介绍。难道是龙沙就是金公交？他大王不足来当朝，如今他身杀大权，才掌握我这贪心的男儿真可少啊！莫看他越战越大，越是吧，他还是你在过去的旧相好。当我40元至少再当我80个也不恼。自己作业自己做，我只好
人一淡漠。倒不是都答应我这些家。元帅有令，升官进阶。来了来了。哦。有两回家将升文开基元上，升粮草请代，请元杀手用，升文起来，谢元上。奇怪，这位元上好像是九龙山上的女堂哦，那和碰见的女将又好像是有伤。对我猫叫一声，要杀东！谁将你堂夫小轿与我撤去？众军不要惊吓于他。是，王子要跑。有请。当得的，当得的。老夫请上手。你给元嫂请上手啊？是来呀，有与八部看守。走。八部，此番前来与有事情。老夫嘛，奉命跨上三军来了。你是奉旨来了？奉命来了，奉命来了。这孙子嘛，不可也罢。实在是了。告诉八部得知，昨夜一仗成功，那辽王已被臣女三军挖出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，哎呀呀，大宋朝之福啊！是外民之福。外民之福，外民之福，是臣女之力，那也是老夫我有眼识人啊！你的号令真不必寻常，怎么把天外有人在当梗啊？哎，跟我，跟我！太阳到了，日烧了，你完蛋跟！小心着，小心着，不得不小心啊！元帅有令，命令紧张。元帅命令紧张，真是命令紧张。东，元帅将令，你尽管违抗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管就好，随我紧张。跟滚当！带老夫来看看这个八戒的功夫。跟官传见元上，接过王老丞相。接过王老丞相，我是跟官啊，你真八戒，白天在当更，怪不得元上封你跟官了。本官不来问你，昨夜一夜当更已有事情。启禀元上，小观众已经当东跟东营走到
老仙爷一夜无事。哦，你一根当到五根，东营走到西营，本帅我知了王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是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哎呦我了，又是死军鬼啊！请别上，小官三更四更都到营房去认了一位啊！认了一位，来呀！用我放下去充当。哎呀，我的气呀！退上。张员公，这到底什么回事啊？老师想，都是你见的好差事呀！这个差事嘛是袁绍指定的，老夫我不过是遵行而已呀。是他指定的，是啊。我了，无尽的气啊！哎，慢来，你刚才叫了一声我的气呀，害得袁绍拂袖而去，如今你又叫无尽的气呀。我问你气是哪个？这傅守仁啊！啊！等滚！尽管无言乱语欺负我母亲，是无道理。医生，哎，你讲啊！儿啊！你还贪我的便宜，来被真的！哎，老师先生！哎呀！我问你气是哪个？你为什么不是娃呢？王爷想，我相公不在，怎会替他讲了吗？哦。好。沈文说你好。从东北路他讲一句，也找得自己打他们，原上他当你把你真不对，不与你弄上为官的蒙了心，怪不得我见我过去，全传来我你弟弟送去的儿啊！母亲生你，我生你，母亲我生，我当你早已必须。只为我当初错一步，但求今日可弥补。老师想你在高房中力量大，毕竟你夫妻无子全相同。身为书一番举高一番书，不与我乱了心肠，泄了恨。也罢，就饶了你，谢老师想。儿啊，你看你弟弟可怜，你就认了我吧。就把爷生啊，你就认了你这个不称职的母亲吧。认了。弟弟，儿啊，相公，你不要弄糊涂了，万一子母这道怪你。哎呀，是啊，老师想，你送不送到西天，你也发定要与我下一个份儿才好啊。好吧，少不得要我这张老脸去救救我那爷侄女，还是把爷生生恩啊！你们先去在门外等我，我不叫你们可不要进来啊！去吧。张员公啊，真不真是我的情，认不认我要看你的命了。哎，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啊，喏，用到这个啊。哎呀，走吧，这样，哎呀，你与我走啊。
啊，老夫没有带人啊。老三，快过宝剑！哎呀，老师兄，叶真女息怒，听老夫言道来。叫他走了出去。叶真女呀，要上传授。是。啊，叶真女，常员公想当年，虽有许多不是之词，有道是夫妻本无干涉之咎，何况叶真女今生凭了得胜，这功成名就嘛，少不得来一个夫妻的缘呐。no， 袁绍他成了我的情了。来，你们夫妻们，快介绍一个。口些，老夫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真的是老夫不是啊。深更不义，你真的把这个官非之小的根本逮到会章，满是放生一人，杀被三军之头，教成于死后伸张发令啊！叶真女啊，张元公当年终究与你是夫妻呀。什么夫妻不夫妻？我那狠心的丈夫早已死了。哈哈，叶真女，你当真的不认他了？本来就不认他。哎呀，张元公啊，老夫讲了半天嘛，他不认账。哎，家令万绪西陵人，喏，你实际上先向人去吧。哎，老师兄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他若是动刀动枪起来，家国岂不性命难保啊？也罢，待老夫再与你请个信儿，只怪你当年心肠太狠了。老师兄，天高地远之恩，再过一步。是。啊，叶真女呀，你不肯相信张元公，喏，是不是快在老夫之面让张元公嘛来认认你呀？我不认他，他来认我做什么？这个，夫人，王丞相死了半天，遇到事不困生你，困死你，又不叫那个生父张元公的过来问上一问你。哎，我说喂，你晚上有话问你，快过来。老师兄，去的嘛？哎呀，是去的呀。我过去这样称呼啊。哎呀，你少不得要叫他一声娘子啊！哦，这才是娘子。是啊，哎呀，真是个死呆子。老师兄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哦，老夫不走，被人传天呀！出去上！我是根官，你不在现场，到此责人。这讲呀！哦，谢元杀杀贼之恩，谢一谢了，不谢也罢，下去。这个哪个？哎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快给我讲了出来。元杀呀！香烟期待我四海，青叶门心是这回。因此让再不与高门把乱交错，聪明交往天开，我也真谁也怕你终会下来，真乃是。
强笑谁空为，千不给来万不给。心巧昏了头，一心只想把父娃归还。想当年娘子你迢迢千里来寻我，可算得今年上街的女算娟。恨下官小人得知千万，大不该不仁的娘子在难拿关。哦，娘子啊，都怨我把眼带富贵攀高枝，我是为看我的桃花梦想。状元公是贤惠来拜拜，也在女的忙我理财，快起来吃家不配。文化家庭生活
来？喜云上，身为这块头，这是为何？刚才是下人看见云上，事情呢？事情是私通看见子母。子母，你既成了我身外，就成了我家相公吧。要上身外，你们好大胆！至于我与什么相关呢？分明是你们串通一起来戏弄我。你们收了他多少贿赂，在我面前掌声龙飞，实不实实，可知我的军法无情。哎呦，你老夫也忙在里面了。门外是什么人？是儿，母亲，你就认了弟弟吧。什么？你这个奴才，你当先生了他了？当年他可认你吗？我早就认下了。母亲，你就认了弟弟吧。儿向你跪下了。子母身为跪下了。还有事情可要用到这个了。哎呀！娘子，你就认了别人吧，别人我也向你跪下了。夫人，你就认了相公吧。什么？你也来相信？也是为了夫人啊。哎呀，严正女啊，你看为了一大片，你就算了吧。当年这回一大片，人家还不肯算了你。这个啊，哎，严正女啊，难道是叫老夫我一跪一跪嘛？那你就认了他吧啊！哎呀，好叫人做难啊！把我打进来家，不知不叫新娘，对你在一起的为忙，水定心碎，好气光。你就是你们起来吧。好了好了。